我哋都會比較關注公務人員壓力嘅，特別係喺2020年之後咧實施員額制之後咧，其實部門嘅聘請咧，其實相對嚟講比以前咧係揸得比較緊嘅。其實現時實際上未必能夠真係做到可以一出一入嘅，有啲部門咧其實退咗休或者走咗嘅時候咧，其實未必能夠真係可以請翻呢啲公務人員入嚟，咁所以令到佢哋嘅呢啲工作壓力咧係大咗嘅。咁所以其實點樣能夠透過唔避免錯配嘅情況之下，能夠減輕咧工作人員嘅壓力咧，有啲嘅透過司法嘅勞動人員聘用嘅呢啲佢哋都會擔心到底佢哋嘅權益啦、保障啦佢會唔會受到一啲嘅影響嘅？咁所以未來入邊咧，應該係要透過一個有效嘅機制咧，避免出現咗唔同類型嘅聘用制度會出現咗一個同工唔同酬嘅情況嘅。針對公務人員嘅壓力咧，由於佢現時確實好大嘅，所以都好希望政府能夠有措施、有支援，令到公務員咧能夠去減輕佢哋嘅工作壓力，同時都希望能夠有啲鼓勵嘅措施咧，能夠去提升佢哋嘅士氣嘅。現時市署咧嘅大部分咧都係屬於個人任用合同嘅，佢哋咧存在住好多不穩定咧、不確定性，所以佢對佢哋嘅職業前景係擔心嘅。都希望咧能夠可以咧盡快咧能夠有一個時間表咧，令到佢哋可以改翻用行政任用合約嘅。呢個亦都能夠保障到佢哋嘅職業。啲公共部門由於係未必係受員額制影響嘅，就係請人嗰陣時咧，就唔係用一啲行政任用合同，而係用一啲個人勞動合同嚟請人嘅。最有代表性嘅就係市政署啦。所以我哋喺呢一次重組市政署嘅架構，檢討佢個人員制度嗰陣時咧，我哋希望咧將市政署嘅個人勞動合同制度咧改為一般性嘅公共行政任用合同制度。